阿月，阿月啊，这些莲子啊是不能吃的。莲子不能吃？不是莲子不能吃，是这些莲子不能吃。这些莲子啊，是乱葬岗的地里长出来的莲子，是绝好的护身辟邪之物。所以啊，来，小手，你可以把它带在身上。但是呢，绝对不能吃，知不知道？嗯。乖，去找婆婆玩。嗯。阿月，去玩。这什么呀？一个金氏子弟送来的拜帖，我下山取的，没有字。阿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事了？魏无羡，怎么了？你可以去见你的师姐了。这金氏啊，最近真是喜事连连啊！这金陵小公子满月了，金氏上下都喜出望外。哎，听说仙都还想在各地设下瞭望台呢。瞭望台，最近好像几大家族都在吵这个事儿，吵定了吗？有什么好吵的呢？我倒是觉得这个瞭望台挺好的。这一来呢，可以监督各个地方的动静；二来呢，又能及时通晓消息。真不知道大家在反对什么。不太好吧？这万一再来一个温室监察寮这样的，那能一样吗？瞭望台只是金家负责修筑，是由百家来共同管理的呀。话虽如此，但是共同管理最后还不是兰陵金氏来管啊？哎，我倒是听闻是金光瑶公子提的，就算赤峰村不肯同意修建瞭望台，但金子轩儿子的满月礼还是要去捧场的。这次满月礼办的可真是声势浩大呀，各大家族都出动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我可是听说了，我还去参加了他那个7日礼呢。那小孩当时在一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当中，偏偏抓了他爹的碎华，可把他爹娘给乐坏了。当时可都说，这小孩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剑仙。兰陵金氏不愧是兰陵金氏，一个小婴儿的年周礼都搞这么大排场。你也不看看这小婴儿他爹娘都是谁，能马虎吗？别说这小金夫人的夫君不肯马虎，这要是排场稍微小一点，她婆婆她弟弟哪个肯呢？只怕这次的满月礼啊，会更为铺张啊。是啊，你说这小金夫人可真是好命，只怕是前世放弃了飞升，才修来的好福气吧。看来果然千好万好，不如胎头的好。人嘛，明明也就那样。你们知不知道？据说这场的满月礼还请了一个人。谁啊？
谁呀？魏无羡。魏无羡怎么会是他？魏无羡？也不知道这兰陵金氏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这魏无羡之前在穷奇道的事，难道他们都给忘了吗？可不是嘛！这兰陵金氏怎么会在金陵的满狱里就这么一个人过来？谁敢去啊？反正啊，这个事儿我是不会去。我也不是金瑶错了，向来桀骜不驯，这次又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祸事。叫他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他呀，就是个祸胎在心。哎呀，是啊，不知道又要出什么祸事。哎，批发了，新鲜的批发。公子，你买好了吗？真漂亮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漂亮的小东西可不便宜。反正你姐给我的那些钱已经分文不剩了，回去等着挨骂。不会不会，公子给江姑娘的孩子送礼，姐姐不会怪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要是回去她骂我，你可帮我挡一挡。金陵小公子一定会很喜欢这个礼物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才不是我送给他的礼物，这只是一个小配件而已。再说了，灵宝阁这种地方，这些东西除了好看，剩下的都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公子，你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好厉害的串珠，公子，你这大半个月里面在伏魔殿日夜颠倒不出来，就是在做这个东西啊？不错，只要我那个外甥一挂上这个，品级低的妖魔鬼怪根本别想进得了他的身。嘿，你也别碰，我估计你碰了，够呛。我感觉出来了。不过，公子，既然是去参加金陵小公子的满月礼，你见到江姑娘的丈夫，可千万要忍住啊，不要和他起冲突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看在那个花孔雀邀请了我的份上，1年之内我都不会讲他的坏话。啊！之前我看到兰陵金氏的拜帖，还觉得是不是有诈，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其实金公子也是一个好人，更何况还有兰二公子。哎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回到此处。是啊。有什么异象？没有，好静。确实有点太静了。走。你谁呀？魏无羡，我可警告你，立刻把我身上的恶咒给我解了！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既往不咎。什么恶咒啊？你到现在还装蒜是吗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到底什么是恶咒。千疮百孔。不错，正是千疮百孔。你中了千疮百孔。来解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关我什么事啊？除了你擅长使用这些邪魔歪道以外，还有谁会往我身上下这些阴损刻毒的东西？我连你是谁我都不记得了，我会费尽心思对你下这种恶诅吗？而且，这种阴沟里的把戏，
我不玩的。如果我要杀一个人，我会告诉全天下，这个人死在了我手里。而且，如果我真的要你死的话，你会比现在难看1000倍。你不是很狂吗？怎么，敢做不敢认了？不是我错的，我为什么要认？先礼后兵，既然你不肯回头是岸，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你不肯解除我身上的毒咒，那我只好杀了你。杀我？凭你？还是凭这些人啊？既然是你自己要找死，那你可就怨不得我了。魏无羡，这便是你狂妄的代价。没有剑在身上，我看你如何反抗。把它还给我！这就是你送给孩子的礼物？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参加孩子的满月宴吧？你都住手！子轩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说我来干什么？金光瑶呢？他在金莲台。若不是阿瑶发现不对告诉了我，你便真打算瞒着所有人这样乱来吗？你中了千疮百孔，怎么完全不告诉我？一声不吭的就做这样的事。子轩，地面那边你先替我瞒一瞒，等我解了身上这些东西，我再去向你们赔罪。此时还有回还的余地，你们都暂且收手。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回还的？你是没看到我身上这些东西吗？我已听阿瑶说过了。你既然已经听他说过了，你就该明白我等不了了。难不成因为他是弟妹的师弟，你就为了弟妹不管兄弟的死活了吗？你分明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。
再说了，你身上的千疮百孔又未必是他下的，何必如此急躁？魏无羡毕竟是我请来参加孩子满月宴的，你这样行事，置我于何地？置我夫人于何地？他参加不了才是最好的。魏无羡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来参加我们家的家宴？谁沾上他，谁就是一身的黑水。子轩，你今天请他来，就不怕从今往后，你还有弟妹，还有孩子，一辈子都多了一个甩不掉的污点吗？你给我住口！魏无羡，你够了没有？你先让这个温宁住手，叫他不要再发疯，别再把事情闹大了。为什么不让他们先住手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强硬做什么？都先冷静一下，跟我上金陵台，把话说清楚，理论一番。只要事情不是你做的，自然无事。收手！是让我现在叫温宁一收手，立刻万箭齐发，万箭穿心，死无全尸，还能上金陵台跟你理论？绝不会，绝不会！哼！你拿什么担保？金子轩，我有个问题。你邀请我来的时候，当真不知道他们要劫杀我的计划？你，魏无羡，你疯了吗你？金子轩，你给我让开！我不动你，但你也不要惹我。金子轩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过来！魏无羡，为什么就不肯服软一次？你知不知道，阿离他还在？放箭！放箭！
金公子被美女杀死了！快走！快去找公主！金公子，金公子被美女杀死了！金公子。怎么他们还没到呢？按理说早就该回来了。许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吧？别着急，再等等吧。金光瑶呢？金光瑶，我怎么知道？许是安排家仆撤宴去了吧？你问他干什么？魏婴还没到。没有。汉光君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金公子，汉光君，为何我兄长带来的蓝氏子弟会随金子勋离开金陵台？他们去了哪里？你可知道？汉光君，你先不要着急。子勋确实是去了穷奇岛，可事情还不至于如此。子轩也已经赶了过去，想必……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列公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列公子，贵将军杀人了！什么？你说清楚！少宗主被贵将军杀害了！姐。已经等了好久了。魏无羡。你杀了谁？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？仙哥哥，你杀谁都行，为什么要杀金子轩？为什么？你杀了金子轩，你让师姐怎么办？让阿玲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一会儿婆婆带你去做一个大蝴蝶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哭，阿远不哭了。我这些年来，到底为什么把自己困在万藏岗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要把自己弄成这样？我疯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是他的错吗？他变成了这样，是
是他的错吗？谁来告诉我，我究竟要怎么做？我究竟该怎么做？谁能告诉我？对不起。李特做了什么？刚刚你醒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商量，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。商量什么？别废话，八阵！我和姐姐商量过了，去金陵潭请罪。请罪？请什么罪？负荆请罪，投案自首。你躺着这些天，兰陵金氏的人派人来乱葬岗喊过话了。喊什么话？不要打一巴掌讲一句，意思讲清楚。兰陵金氏要你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听他们的意思，只要你把我们两个交出去，这件事情就暂且过了。麻烦你要躺几天了，这根针3天以后就会失效。我叮嘱过阿叔他们，会好好照顾你。胡闹！我让你们这么做了吗？快拔针，拔针！金子勋身上的恶作，真的不是我下的。可他们已经认定了是你。文清，恶祖的一般处理方式是给他打回去，反弹到施术者的身上。眼下，我们只需要找到谁的身上有恶祖的反弹痕迹就好了。我身上是绝对不会有恶祖的反弹痕迹的。没用的。怎么没用？人海茫茫，去哪里找？难道要在每一座城的每一条路上都设一个关卡，让所有的人脱衣服检查吗？为什么不行？哪有人肯为你设这样的关卡？而且要找多久？10年8年或许能找到，但他们愿意等吗？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恶祖痕的施咒痕迹。今日劫杀的时候，他们问过你了吗？没有。是啊，没问，直接下杀手，懂了吗？不需要任何证据，也不需要你找出真相。你身上有没有恶祖痕，根本不重要。你是夷陵老祖，你精通邪门歪道，就算没有反弹的痕迹也不奇怪。而且下咒这种小事，根本不用你自己动手，你没法抵赖的。事到如今，千疮百孔是谁下的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穷奇道那些人，还有金子轩，确实是阿宁杀的。可是，
要去也该是我去。控制温宁的人是我，把他变成傀儡的人也是我。是我让他杀了人，为什么凶手不去，要一把刀去？魏婴，我们都知道的，温宁是一把刀，一把让他们害怕的刀，但也是他们用来作为攻击你借口的刀。我们去了，就没有这把刀了，他们也就没有借口了，这件事情也许就过了。可是你们明白这金灵台的下场是什么吗？你不是最疼温宁了吗？什么下场，都是我们应得的。算起来，我们早就该死了。这些日子都是我们赚的。母亲，扶我起来。话都说完了，也交代清楚了，也道过别了，那就再见了。不要，温情。这话我没对你说过几次，不过到了今天，有些话总是要说的。要不今后真的就没机会了。不要，对不起。还有，谢谢你。温氏余孽，杀无儿，灭人子弟，其罪当诛。
兰陵金氏，今天定要将你们挫骨扬灰！阿谢，师姐，阿谢，师姐，阿谢，你快出来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你在哪里？没人怪你。对不起。还有，谢谢你。没想到温氏那些人真到金陵台请罪，金宗楚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啊？
是啊，毕竟死的是金公子，要是换了我，也得杀了他们泄愤。要说啊，也真是惨，金小公子才刚刚满月就……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你就休息一下吧，我在这儿就行了。去吧，一直坐在这儿你会受不了的，我在这儿守着就行了。母亲，我再陪他待一会儿吧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阿谢，魏无羡，来人，来人呐！魏无羡陷入金莲台了！来人，魏无羡，来人呐！抓住魏无羡！站住！谢谢。谢谢。师姐，谢谢。快起来！对不起。
书有言，四大世家将在不夜天召开誓师大会，将温氏余孽护尸3天，匪首骨灰飞撒，以昭天道。鬼将军也真是凶残，说是来请罪，这又突然发狂，在金陵台又大开杀戒了。幸亏我那天没在，不愧是魏无羡教出来的狗啊！这个魏婴也真是的，控制不住也别瞎练，练出来疯狗的样子也不拿链子拴好，迟早有一天遭反噬。照这个趋势，我看那一天不远了。兰陵金氏真的好倒霉啊！姑苏蓝氏才倒霉呢。穷奇道上杀的那30几个人，大半都是他们家的。明明他们只是来助阵平息事端的。好在终于把鬼将军焚毁了，不然一想到有这么个东西成天在外面飘荡，真是让人睡不着觉啊！温氏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。鬼将军和他那个姐姐已经被烧成渣了，这下魏无羡总应该知道厉害了吧？几大家主都放话了，今晚的誓师大会就是要商讨对魏无羡的对策，真是大快人心呢。他今后若是老老实实缩在那破山岗上，夹着尾巴做人倒也罢了，要是还敢出来抛头露面，哼，只要他一出来，就怎么样？陈景，是陈景，魏无羡！快去禀报金宗主！你们怎么不说了？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魏婴，你若是真有本事，就去誓师大会，跟那些大家主们一决高下。欺负我们这些没有还手能力的低阶修士，算什么本事？别杀我！低阶修士，我就一定要容忍你们吗？你们跟我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一直都容不得我？不过有件事情你们说的对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确实不应该和你们浪费时间。
不问何族，不分何姓。这杯酒，祭死去的世家英烈们。英魂长存，愿安息。英魂长存，愿安息。温情温宁，温氏余孽匪首，焚灰在此。能动了！韩公君，魏婴呢？韩公君，您来迟了，魏无羡刚走。对，他才走了不到半个时辰。他去哪儿了？他进了不夜天，应该去世事大会了。今夜，在这儿被挫骨扬灰的是温氏余孽中的2名为首者，而明日就是其他的走狗，还有夷陵老祖魏婴。魏无羡，魏婴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出现在此！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此？你们可别忘了，当年射日之争，别说3000人，5000人我都单挑过。况且我出现在这里，岂不是更合了你们的意？省得劳你们明日还要特意上门把我挫骨扬灰了。庶子嚣张！聂宗主，我岂非一直如此嚣张啊？秦宗主，有句话想要问你，说只要温氏姐弟2人去金陵台向你们请罪，这件事便接过的是谁？可是刚才口口声声说要把我和温氏其余残党挫骨扬灰的，又是谁？一码归一码。魏婴，穷奇道劫杀，你屠杀我兰陵金氏100多弟子，这是一码；你纵温宁行凶，这又是另一码。金宗主，
穷奇道劫杀，劫的是谁？杀的又是谁？主谋者是谁？中计者是谁？归根结底，先来招惹我的究竟是谁？而且你倒是说说，我是如何在千里之外操纵温宁，在金陵台行凶的？魏无羡，即便是金子轩设计劫杀你在先，你也断不该下这么大狠手，杀伤那么多人呐！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要杀我，就可以不顾及下死手；但是我要自保，就必须顾忌，不能伤及这个，不能伤及那个。我死了算我倒霉。你们围攻我可以，但是我反击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反击？哼！那穷奇道30多条人命是无辜的，你要反击，为何要伤及他们？那乱葬岗上10余名温家修士也是无辜的，你们为何要连累他们？温氏究竟给了你什么大恩大德？你这样向着进去砸罪！魏无羡，你是不是觉得与天下人作对，你就是英雄，你就是义举？你是不是认为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自己就是伟人了吗？归根结底，还不是你对金子勋下那种卑鄙阴损的恶咒在先。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证据证明是我下的恶诅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下的？那么我再请问，为什么不是你下的？你不也没证据证明不是你下的恶诅吗？我怎么会和你一样，休要混淆是非，胡搅蛮缠？你的嫌疑最大。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你和金子勋1年多以前就结过怨。究竟胡搅蛮缠的是谁啊？你说的没错，1年前我就认识他了。但是如果我要杀他，1年前我就可以动手了，怎么会把他留到现在？他这种角色，别说1年了，3天我就忘了。魏无羡呀，魏无羡，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厚颜无耻、无礼的恶徒，杀了30多条人命，还要言辞侮辱、恶语相向，莫非你就没有半点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吗？魏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亏我曾经还仰慕敬佩过你，还说过你好歹是开宗立派的一代人物，现在看来真是急于作呕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你说你仰慕我，那么为什么在你仰慕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见过你？而我一人人喊打，你就跳出来摇旗呐喊。你的仰慕也太廉价了吧！你说你和我势不两立，你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，对我有什么影响吗？你的憎恶与仰慕都如此的廉价，怎么也好意思拿出来叫嚣？
射中了，射得好！魏婴，你好狠毒！什么叫狠毒？他敢偷袭我这一箭，就应该料到，万一这一箭没射中的下场是什么？你们都已经撬我歪魔邪道了，总不至于指望着我宽宏大量，不和他计较吧？布阵！今天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。宗主，他们不攻击我们，看来大师兄还是记得我们。
击！蓝湛，你来了。你从前就应该知道，清心音对我没用的。蓝湛，我就知道，我们终有一天，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。停下来吧！魏婴，快停下！蓝湛，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？事情有变。什么？你信我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师姐。阿姐，师姐，师姐你在哪儿？魏无羡下来了，快杀了他！师姐。魏婴，吹笛。阿成，阿姐，阿羡，阿姐。阿
停下！阿谢，阿谢，阿谢，师姐，阿谢。姐，魏婴，停止驱动傀儡，停下！你不是说你能控制得住吗？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啥，为什么我控制不住？我控制不住啊！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受我控制，为什么不受我控制？阿谢，师姐，我在。谢谢。你刚才怎么跑得那么快？师姐都来不及再看一看，再和你说一句话。师姐想和你说。我是要杀魏无羡，我是要给我哥报仇，杀死你扑上来的，姐。魏无羡，是你自己害死他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
是我！这云深不知处敬酒，但又没说敬这个。跟天子笑一样好喝的缤纷无限饮，来，给你。